月4號，復活後第3主日。今日嘅福音經文係記載喺約翰福音21章1至19節，彼得被恢復與差遣。這些事以後，耶穌在提比利亞海邊又向門徒顯現，他怎樣顯現，記在下面。西門彼得叫底土馬的多馬、加利利的迦拿人拿但業、西比泰的2個兒子和另外2個門徒都在一起。西門彼得對他們說：我打魚去。他們對他說：我們也和你一起去。他們就出去上了船，那一夜並沒有打着什麼。天剛亮的時候，耶穌站在岸上，門徒卻不知道他是耶穌。耶穌就對他們說：孩子們，你們有吃的沒有？他們回答他：沒有。耶穌對他們說：你們把網撒在船的右邊，就會得到。於是他們撒下網去，竟拉不上來了，因為魚很多。耶穌所愛的那門徒對彼得說：是主。那時門徒彼得赤着身子，一聽見是主，就束上外衣，跳進海裏。其餘的門徒因離岸不遠，約有200肘，就坐着小船，把那網魚拉過來。他們上了岸，看見那裏有炭火，上面有魚和餅。耶穌對他們說：把剛才打的魚拿幾條來。西門彼得就上船，把網拉到岸上，網裏滿了大魚，共153條。雖然魚這樣多，網卻沒有破。耶穌對他們說：你們來吃早飯。門徒中沒有一個敢問他：你是誰？因為他們知道他是主。耶穌走過來，拿餅給他們，也照樣拿魚給他們。耶穌從死人中復活後，向門徒顯現，這是第3次。他們吃完了早飯，耶穌對西門彼得說：約翰的兒子西門，你愛我比這些更深嗎？彼得對他說：主啊，是的，你知道我愛你。耶穌說：你餵養我的小羊。耶穌第2次又對他說：約翰的兒子西門，你愛我嗎？彼得對他說：主啊，是的，你知道我愛你。耶穌說：你牧養我的羊。耶穌第3次對他說：約翰的兒子西門，你愛我嗎？彼得因為耶穌第3次對他說：你愛我嗎？就憂愁，對耶穌說：主啊，你無所不知，你知道我愛你。耶穌說：你餵養我的羊。我實實在在地告訴你，你年輕的時候自己束上帶子，隨意往來；但年老的時候，你要伸出手來，別人要把你束上，帶你到不願意去的地方。耶穌說這話是指彼得會怎樣死來榮耀上帝。說了這話，耶穌對他說：你跟從我吧。今日呢段福音書，約翰福音21章1至19節，係講復活嘅耶穌喺提比利亞海邊顯現，呼召彼得3次表明對佢嘅愛，回應彼得曾經3次不認主。耶穌唔單止赦免佢，更再次差遣佢牧養群羊，恢復佢嘅使命。第一，即使我哋曾經失敗，神
仍然願意恢復我哋嘅身份同使命。我再講多次，即使我哋曾經失敗，神仍然願意恢復我哋嘅身份同使命。第二，愛主嘅表現唔只係喺情感，更加係喺實際嘅行動。第二，愛主嘅表現唔只係喺情感，而更加喺實際嘅行動。第三，呼召往往伴隨住犧牲，但係亦都滿有意義㗎。再講多次啊！呼召往往伴隨住犧牲，但係滿有意義。反思問題：你係咪曾經因為失敗而懷疑自己係咪仲能夠被神使用呢？你願唔願意再次回應佢嘅呼召啊？我再問多你一次啊！你係咪曾經因為失敗而懷疑自己係咪仲能夠被神使用呢？你願唔願意再次回應佢嘅呼召啊？實踐行動，試下花時間關心一位信仰低落或者迷失咗嘅弟兄姊妹，用愛去陪伴同鼓勵佢返到去主嘅懷抱。我重複。花時間關心一位信仰低落或者迷失嘅弟兄姊妹，用愛去陪伴同鼓勵佢返去主嘅懷抱啊！